喺勞力士嘅收藏世界入邊，資訊嘅不對稱往往就係樂趣所在。好多專家、主流網站，甚至係所謂嘅鐘錶百科全書，都會好權威咁話你知 Rolex 116523係絕對唔會有盜錄嘅。你見到嘅嗰一隻一定係假錶。佢哋嘅理由聽落去好似好合理，好難反駁。佢哋會話，因為由2000年開始，地通拿由 Zenith 機芯換咗做自家4130機芯，成個錶盤嘅佈局已經改頭換面，所以盜錄呢種印刷錯誤，理論上只會留喺舊一代仲用緊 Zenith 機芯嘅16523身上。但係收藏最精彩嘅地方，往往就係喺權威之外揾到打破常規嘅真相。如果你係一個追求極罕有，專門揾嗰啲連拍賣行都未必揾到嘅資深玩家，今日呢一條片你一定唔可以錯過，因為我手上呢一隻正正就係一隻足以令好多專家跌眼鏡、冇內影嘅早期116523黑面，而佢最令人驚訝、最令收藏界震撼嘅細節，就係佢喺9點鐘位置嘅計時圈仔入邊，個6字竟然係調轉嘅，好似個9字咁。呢款錶連外國嘅 Rolex Forums 都有會員出 post 問過，但係喺主流嘅二手市場幾乎係完全揾唔到。首先，我想喺呢一度多謝呢位收藏家前輩借出呢隻咁罕有嘅116523盜錄俾我去拍呢一條片。如果你哋仲有啲咩內容想睇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好啦，我哋入正題。點解個6字會調轉咗？係印刷錯誤，定係又係一啲極短暫嘅過渡期產物？今日我哋就用我手上呢一隻實物，帶大家深入研究下呢一個116523嘅過渡時期，逐一拆解5個你唔可以唔知嘅隱藏細節。如果你想喺收藏路上行得比人更遠，睇得比人更深，我今日呢一條片絕對會刷新你對呢隻金鋼地通拿嘅認知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最 basic 但又最容易搞錯嘅 point。好多人一聽到盜錄，腦入邊第一個反應就係望向錶盤正下方6點鐘嗰個細圈。喺舊款嘅 Zenith 16523時代，個12小時計時盤的確係喺6點鐘位置，所以當時嘅盜錄係出現喺最底嗰個錶盤嘅。但係到咗2000年，勞力士正式換入自家研發嘅4130機芯，推出咗新一代嘅116523。由於當年呢款新機芯嘅垂直離合結構同齒輪排列完全唔同咗，工程師重新編排咗個錶盤佈局，將原本喺9點鐘位置嘅小秒針搬咗落去6點位，而原本喺6點位嘅12小時計時盤就搬咗上去9點位，所以傳說級別嘅盜錄只會喺9點鐘位置出現。如果你見到有人推介一隻116523，但係個盜錄係喺6點鐘位置嘅話，你可以掉頭走啦。呢種對物理結構嘅幾何式改變，正正係勞力士由借用機芯走向完全自主研發嘅歷史見證。當你明白咗呢一個小錶盤嘅佈局大約向上移動咗0.7mm，你就會發現我手上呢一隻喺9點位出現盜錄嘅116523係幾咁唔符合常理，又係幾咁令人着迷。之後我哋要講講年代感嘅判斷。要定義一隻116523係咪屬於呢類傳奇版本，你一定要識得睇佢係咪冇內影。意思就係你望入去個玻璃邊緣個內圈位，佢係反光、乾淨冇字嘅。要知道勞力士嘅鐳射黑字防偽內圈，大約喺2005年至2007年間開始普遍應用。喺大約2005年之前， F 頭同 D 頭呢段時期，我哋俗稱為鹹淡水交替期。勞力士歷史上最多古靈精怪嘢，最多印刷變體，往往就會出現喺呢啲鹹淡水時期嘅產品入邊。平時如果你去錶鋪或者上網睇，收錶嘅行家往往就會用大腦嘅思維去質疑你，話你隻錶冇內影喎，年份舊喎，用呢一啲理由嚟壓價，想收得平啲。但係轉個頭就會用翻呢啲作為賣點去高價賣翻隻錶出去，因為佢哋都清楚明白，喺收藏家眼中呢啲冇內影嘅早期版本先係好嘢，因為佢代表咗一種過渡期嘅純粹，少咗一份後期嘅商業味。好多 collector 認為冇內影嘅地通拿視覺空間感更加闊，
有上世紀5位數年代甚至係4位數時期古董地通拿嘅嗰種計時錶嘅餘溫。而且大家要留意，好似我手上呢一隻倒六咁，係早期嘅 F 頭，你會發現佢喺舊時代嘅冇內影，又同時擁有新時代4130機芯嘅強大性能。呢一種配搭令到佢嘅稀缺性唔係加數咁簡單，而係倍數咁上升。跟住我哋就要講下證據。好多人會質疑，如果真係咁罕見，點解各大網上平台或者大型拍賣行好似冇乜公開成交記錄？其實真相往往喺隱藏細節同少數人嘅手入邊。雖然喺公開拍賣會上唔係好見特別為116523嘅倒六開一個獨立標題，但係如果你肯做功課，你會發現世界各地嘅頂尖收藏家一早已經暗中發力。例如意大利鐘錶名店 Brandisi 就曾經成交過一隻 D 頭嘅116523，喺2024年尾標價35000蚊歐羅。佢哋當時喺官網就係寫明 Mystery 6 Invert， 因為對大眾嚟講呢個確實係一個未解之謎。再睇睇全球最大嘅勞力士討論區 Rolex Forums 入邊，其實一早就有會員出 post 問過一隻黑面嘅116523倒六價值幾多錢。佢仲話呢款錶係喺呢一本由權威收藏家 Pucci Papaleo 出版嘅鐘錶珍藏巨著 Daytona Perpetual 入邊見到嘅。而 Philips 拍賣行嘅專家團隊後嚟更加同作者合作舉辦咗 Art Automatic Rolex Daytona 官方展覽，正正就係將呢本書嘅內容視為最核心嘅學術檔案。點解公開嘅拍賣記錄咁難揾？因為擁有呢種4130倒六頂尖珍品嘅收藏家基本上都係只藏不賣，喺市場上根本冇流動性。好大程度亦都係因為當年勞力士更換4130機芯嘅初期，錶盤供應商喺生產流程上面可能仲沿用緊一部分舊有5位數年代嘅排版邏輯，又或者係極短時間內嘅實驗性印刷。對於追求特別款嘅收藏家嚟講，呢種連大型拍賣行都未必嚟得切全面開 file 嘅狀態，反而係最性感、最吸引人嘅地方。因為真正嘅寶藏往往唔係喺大眾市場流傳，而係喺識貨之人嘅手入邊慢慢沉澱。當有一日頂級拍賣行正式全面喺拍賣場上為呢一款4130倒六開取證明嘅時候，佢嘅價值將會係另一個世界。好多人以前或者新手入坑嘅時候會覺得金鋼比較老土，但係當你真正將呢一隻黑面116523拎上手嘅時候，你會發現金色嘅小圈邊框配合黑色錶盤，本身就帶有一種好強烈、好經典嘅賽車儀表板嘅感覺。而當你細心望落去，發現9點鐘位置個圈入邊嘅6字係反轉嘅時候，嗰種視覺上嘅不對稱美，會令到成隻錶嘅層次感同玩味提升咗幾倍。佢喺你心目中唔再只係一隻普通嘅金鋼地通拿，而係一件有故事、有錯誤美學嘅藝術品。如果你真係喺出邊見到，想入手，又或者想檢查下自己手上嗰隻係咪真身，你一定要識睇字體嘅印刷工藝。早期黑面嘅金字印刷係非常之厚實嘅，如果你攞個放大鏡睇，你會發現字體邊緣係帶有一種好立體嘅枕頭感。呢種層次感係當年舊式油墨印刷技術留落嚟嘅特徵。後期見到嘅面係完全做唔到呢一種油墨嘅厚重感。收藏勞力士其實到最後就係一種對細節嘅極致強迫症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隻9點鐘位置倒六116523，係想話俾大家知，即使喺大家以為睇到爛、研究到透嘅地通拿系列，依然有無盡嘅神秘角落等緊我哋去發掘。手錶嘅價值從來都係由知識去決定嘅。如果你追求嘅係 rare collection， 係一種同普通玩家唔同嘅收藏高度，咁呢一隻鹹淡水時期嘅遺產絕對值得你放入 wish list。如果你都中意呢種專講古靈精怪嘢、講真話、講鐘錶歷史嘅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 同留言話我知。大家嘅支持就係我嘅動力。我哋下次見。